请你吃饭子吧，对着一只西饭店啊。哎呦，谢啥不谢啊？你真个客气个。今晚我请我个地方侪上档次，我有什么个？别个搭上趟香山海比香沙，香沙有点接地气就对。哎，现在不是啊，还有的欢喜个来一餐。哦，搿么你边侬拆开呢？日么做一拆开的。还是放下去啊？饭是。给个块53斤两根，哎呀，今晚我才看下来。小姐姐，喊我做啥？现在帮我下这个米呢，蛮灵的。我现在嘛，请你吃个中饭啊。我现在你主要是讲后半句闲话，哎来，拿工钱，主要就请我吃饭。请你吃饭是叫啥人的官？难玩，你看难为有啥人？谁说最是寻不出第二个今晚？没得条，没得条，对不对？没啥吃啊？不是，那是阿里的菜的。啊，我不记得菜过。你想想看，我不记得谁去来吃两只狼本啊？不是，我说那我也没菜多，我想问是谁那样子去啥子？哪个你不给吃？不是，够啥？两荤一素。老上海个双打，油面筋8一包肉，那个辣炒芥黄，不做烧个汤。关键像鸟还吃，没害个。没上的，开心呀！现在狼血，不是狼血，你等他呀！我热情似，你吃点呢？我让我倒出来去，我热情似火，热情洋溢。拿狼血的增加，怎么会热情似火呢？我们这里又没有男士，我们两个不可能激发出你的热情似火。绝对有人请我吃我3日丁丁。你侬猜看呢？不来呀，刚才个孩子把你讲，不管我水。不是那个血能，你说让我背了，我菜都不用。真的也看，一道菜。那种我人家太虚生活了噻。哎，男人不侬去打扮，现在侬自家打扮。你别说要自己爱自己，现在就是这样。自家欢喜自家。啊，你都不侬去打扮，还不侬都打扮，一代狗给死。哟，江方来着，乖。那个是专门为来宾的呢。那是个，那个大海啊。哎，照理个，乖，那没精肉个家，重新来一块，真的没精肉呢，那才张肉家。哦，有走。入口即化的。谁是海大店哪个店个啦？再进3顿啊，吃下来个肉，黄金3百个再海。我当当我吃，肯定管你收来的，收来。几人关起？我讲你发自退休工资。哪里写？也干3分工资。3当然比啊，你单位呀，你2人光起来没得一个人懂呀。对。你讲我也叔叔个，哎，对这个知识方面比他几管得多啊。哎，3天2夜你想看。没办法呀，再数，晓得了，再数。我这个也是搞这个一哪门子里去吃。